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9月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因为岛风内海，地势较低，饮水的浅市区大约有45000公顷。12冬来，中央甲地方投入将近240亿的治水经费，不过伫即届823的好大雨，也是出现严重的水患。议员林义进甲王金德上午就透过市政总咨询甲市府做探讨。议员林美景甲王金德表示，台南市的治水经费一冬大约投入20亿，不过伫即届823水患，虽然有的所在有改善，亲像海尾地区，伫海尾大排甲抽水站兴建完成以后，即届就无淹。不过伫13店、总头寮甲新寮的部分，嘛是同款淹。而伫永康的部分，昆山科技大厦昆大路虽然有昆山抽水站，不过嘛是同款淹。对此，议员建议，永康的治水除了爱等待三亚溪流域的全部整治，另外嘛应该爱新闢生态避风池，打造立美化的清水大台南。我觉得除了看到目前的缺口，我们要好好的去争取经费来补，来做一些这个整治计划以外，其实我们也要有远见，就是说，其实是不是就如同我刚刚跟您建议的，我们可能在开发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我们要尽量去找土地来开辟所谓的生态滞洪池，或滞洪公园，把公园也当作另类的滞洪池。我想这样子才会让这个整个我们淹水的这个状况会降到最低啊。安南区虽然是领都市计划来，但是伊农地真多，而且拢拍远的，足侪拢咧迄专做的还是迄无咧种植的，拢停经啊，2、5千个啦所以讲是毋是咱水利局会当考虑？即种拍远无咧做的田，是毋是咱市政府该用租赁的，用租的方式，来甲乌清，来做滞洪池。对此，水利局长回应，过去伫都市计划完成以后，要规划滞洪池确实真困难。不过现在会用透过区段征收或者市地重划进程，就用规划好势。以往我们水利单位比较弱势的一点就是说，都市计划已经先完成啊，我要找对搭去滞洪啊，不可能嘛。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像这一次，像在三爷溪，我们争取了一笔经费做三爷溪的规划检讨，所以就在大湾这边那么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先在都市计划未来也许有一些区段征收或者湿地重划，它要进行之前，我们先来规划，就是说，这边大概需要多大的滞洪池，大概比较地势较低的所在应该要放在哪里，我们先把它规划好。那后续如果都市计划要去做相关的变更，去做湿地重划或做区段征收的时候，外水利这个部分已经走在前面了，那变成是都市计划可以搭配我们防洪排水、滞洪啊这些的需求来进行。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像以往就都是各位都已经定案了，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个滞洪池，这个有一点难度了。除了治水，另外议员嘛为中华区的公共设施建设来请命，其中亲像9份中华区，总面积有108公顷，不过内面却无规划停车场。而永康的利用市地重划，虽然有8公顷的体育设施，不过徛伫地目还未变更，因此嘛未用的兴建遮阳屋加便所，因此要求市府要尽速改善。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另外，伫教育方面，今年因为大好拄到明年的新成调，议员林义景甲林志典伫个总咨询特别关心新生班级的问题。有的因为总量管制，伫个无正班的状况之下，一班课32-3个学生，所以要求教育局要提早应用。面对这件话，这学校因为学生减少，
伫咧进行校舍班点，有真侪学校拢被限制总量的管制。毋过今年因为拄好遇到2年出事的新生力学，伫咧总量管制无法度进班的状况，宜兰林义景甲林志典发现，原本一班29名的学童，现在去甲客到32、3个，要求教育局改善。因为2年嘛，新生报到，学校收袂落了，有话一寡人有要去生活国校，生活国校较近，毋过生活国校嘛收袂落，收袂落了，就是爱转借去嘉北、台东、仙塘，阳明，但是迄毋像市区啊，迄市区的距离近，方便嘛，阮咧迄个所在，你生活家民到嘉北，迄车程是可能爱几十分的啦，所以我感觉讲，较来甲咱教育局反映讲，迄伫合法诶、较合理的情况下，咱弹性，来把这代志处理圆融。关于今年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现在呢也会全面去盘点这些总量管制学校他们的空间，因为阮是就相信学校啦，讲你的空间无够，你才会提出讲你要总量管制嘛，所以阮今麦专门过去再一次的去盘点，然后呢，如果说它的确是有这个空余的空间的话，那它就要解除总量管制。伊解除总量管制了，伊就袂使讲因为伊的班级数如何，要来即个限制收的囡仔嘛，另外，有关小型国小的迁校，甲深化广文路桥，宜兰林志典嘛为地方来请命。地方一方面认为迁校以后会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毋过教育局回应，绝对袂影响学区内的学生。至于公文路桥，因为当地长者反应歹去了，宜兰建议希望未来会用纳入铁路的改善计划，做伙改善。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古早时代是一条水路的里南街，伫30多年前架起铺路，毋过这条路下面的伤痕，因为多年来拢无整修，钢筋已经生銑。上午9点外，一台100吨的大吊车经过时阵，路面放落去，规台吊车落落去，好佳在无造成人员伤亡。这台重量100公吨的大吊车陷落伫咧路面下，互看到的人拢感觉真恐怖。这件意外是伫咧南区的里南街，好伫加在这个意外无造成任何人的伤亡。早上就要入北区啦，就碰者安尼尔。哎呀，无法度啊！拄好你人无安怎？有啊，车伤尔，无要紧啊。系啊，车这赶紧处理也较重要啦。意外一发生，就紧急赶到现场关心的议员参选人林世杰，已经了解这附近的地理环境会造成意外，是因为原本是水路的里南街，30年前砍挂，然后铺成一条路。到当因为路面下真久拢无来整修，所以支撑的力无够。这台100公吨的吊车一开过路，伤痕有一个下水道。当初是要来改善这个里南街，只要做伤痕。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个下水道下骹钢筋拢裸露腐蚀啊，所以伊有可能啊，当车辆经过时会崩落。今仔车辆这只吊车经过一定崩落，一定造成意外。咱即仔这条经费、这条建设、这个改善的这个工程一定爱做，但是因为一定造成着这骑户的不便啊，因为工程延宕。你政府一定知影讲，这有可能会塌陷的危险啊。工程搁安尼慢吞吞，即种意外一定造成啊。所以政府虽然讲有发现到危险，发现到应该改善的所在，但是行政效率甲即个工程的效率应该爱要求啦。好佳在今仔拄仔无人亡的伤亡的，希望讲这爱赶紧改善。长期关心到这个路段的市议员蔡淑慧也到现场关心，并亲历意外发生的地点，详细来观察到路面下陷的原因。同时，伊也希望这附近的民众爱配合市府，赶紧来完成这条路的伤痕汰换工程，安尼才会当确保大家会当出入平安。
大家都不知道说立兰街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路段。那今天这台吊车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主要是因为要缩短工期，他想要把挹注的箱涵来投入在我们改建的那个立兰街道上面，但是因为它的载重量还有整个立兰街箱涵是不堪一击的一个状况，所以发生这样的一个交通公安的危险状况，我想大家是不乐于见。但是也希望说我们附近的居民，包括摊商能够共体时间，尽早让立兰街的工程顺利完成之后，能够恢复我们的通车。这地方箱涵的工程，因为接近这个居民居住所在，所以有很多的会影响到民生的这个必要性。那所以包括在前一段市场段哈，那就是因为有需要做生意，所以我们的工程大概都有稍微去做一些调整。那当然也影响了进度。那不过因为这一段塌陷，我们势必要去改变工序。那也许我们会从这个塌陷段，我们会赶快先去做一个执行。除了要赶紧将这台大吊车吊起来恢复路面以外，相限的台湾工程也伫咧议员的督促之下，要来加速进行赶进度，希望会当伫咧明年初全面来完工。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以"台南第一，幸福满满"作为主题，发表伊这届参选台南市长的竞选歌曲。内容是用真侪市民的角度来描写台南这块土地，也讲出对未来即种的期望。台南第一，幸福满满，结婚生甲温暖安心拢伫遮。随着竞选 MV 的播送，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甲侪侪民进党市员以及市员候选人拢真欢喜的拍拖啊！对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真侪台南水。黄伟哲也来表示，会制作这首竞选的歌曲以及竞选的 MV， 就是希望让大家会当看到更加侪台南的好，同时也要放眼未来，要让台南更加好。所以我们这个 MV 的发表，就是像变成一个 logo， 变成一个 slogan， 让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宣传车有这样的声音，知道黄伟哲的宣传车来了，就联想到黄伟哲想要做什么改变台南的地方。那用这样的看到这样的 MV， 或是说我们在网络上拖播，或者说在媒体上拖播，或者手机的广传，也希望透过这些画面来勾起台南人对台南这片土地的爱。大家从头到尾看到那么多，不管是产业，不管是各行各业，不管是文化的，通通或体育的，通通都入境在里面，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台南是这么的好，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爱台南。好，所以今天虽然我们刚过了823的水灾，我们还有很多地方，不管是治水，不管是交通，我们都有很多地方要精进的。但是今天用这个 MV 要献给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我们还要继续的努力。黄伟哲表示，伊热爱台南嘛，看好台南。虽然目前市政也有真侪做无较好的所在，但伊希望会当有机会，让台南伫咧新的团队执政之下，打拼出更加美丽的台南新未来。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823水灾伫南部造成严重灾情，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郭书博7号伫安南区12殿南田宫的庙埕举办治水座谈会，邀请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做伙来找出饮水的问题，并且签署大台南治水宣言。承诺当选市长了后，将会全面整治水资源，互乡亲莫阁受到饮水之苦。823水灾伫台南市有侪区域造成灾情，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郭书博特别邀请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来到台南，甲乡亲进行座谈。7号上午，伊先前往到总头寮工业区找出饮水的原因，随后来到12殿南天宫来举办大台南治水宣言的说明会，并且伫宣言顶面来签名，向乡亲保证未来台南市唔免烦恼饮水的问题。好啦，咱来铺伫遮签名，伫南天宫的面头前签名，乡亲面头前签名，保证要甲
来督促，互伊伫治水这个方面，互咱台南市的市民大家人安居乐业。针对着台南的水患，李宏源表示，台南市欠缺的是都市设计计划，要解决饮水问题，得对都市计划来做起。台南市欠一个规划啦，都市的设计，咱所有政治人物拢甲你讲，我即摆我伫台南开偌济钱，拄偌济钱，问题是你钱有开伫你应该要花的地方没有，有没有对症下药？所以我是感觉咱台南需要一个设计，整个台南市的设计，咱安南区的设计，根据这个设计再来讲，咱未来的涂骹要安怎，咱道路要安怎，咱即摆有遮侪空地啊，那暂时这个空地啊无利用，有法度甲变成滞洪池无？高书坡嘛当场啊提出着8点的治水宣言，宣告要将台南防洪的标准提升到50吨至200吨强度，并且成立着流域管理局，以及建立海绵城市等等的政见。咱认着遐，阮会看高雄，咱未来可能韩市长，大家共同成立一个跨台南、高雄的委员会，共同来治理咱的水灾。莫是讲咱台南市干那一个区管咱家己的，咱来成立一个流域管理委员会。第二项在进流分担、出流管制，咱的水莫拢积伫表面啦，会当较紧互伊入来土内底。这个是较多啊，咱这个设置咱远道而来，这个大姊来甲咱示范，就是迄个水足紧就会当入去土骹第四项咱要提高公共建设防洪频率标准到50年到200年。高书博表示，要将台南变做一个文化有智慧、袂饮水的城市，就要将大台南治水的计划做根本性改变。对着过去8栋市府发包的治水工程，嘛要全面来检讨，厘清着治水工程的必要性，幸福市民朋友一个唔免惊饮水的生活。等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节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市市比协会推广美食料理，上午伫台南市会举办第5届台湾比美食推广品尝会。包括市府的副市长、农业局以及议会议长、议员拢到场推荐，现场提供2000份比的料理，予民众享用。为推广台湾比的美食料理，由台南市市比协会甲市府农业局共同主办的台湾比美食推广的品尝会，7号中昼伫个议会大厅举行，包括副市长张孝元、议长赖美惠以及侪议员拢到场相听。鼓励市民伫个入手保健，爱加食我一补的料理。已经入手啊，才来对咱身体的这个保健，我相信这是一道非常好的食补料理。所以希望咱所有消费者透过今仔日的记者会，会当多多来甲咱这个比的这个食材来甲伊采讲，来甲伊选购。我感觉这是真对当天咱未来咱人的身体真好的一个补品。咱台南的米产量有限，品质足好。料理的方式有几种，用我捌食迄个清炖，我去鲜花我食迄个3杯
啊，伫古城呢，咱食啥呢？鸡啊，猪肚皮，哦，迄拢足好食，哦，啊，希望呢，咱这推广呢，后摆外地观光客来呢，咱的米的料理呢，比咱台南市有名的迄个美食，哦，咱大家来台南市的餐厅呢，大家呢来共同来推广这米。台南市市比协会总干事康崇仁表示，因为米的料理较少人会晓煮。不过近年来，透过各种的品尝甲推广，过去只有伫咧饭桌才会出现的米料理，现在嘛已经变化出各种的美食。永美协会吼，阮每年啦吼，拢有咧办理即个台湾米的迄个美食品尝啦吼。因主要就是讲伫咱米即个产业啊吼，伫咱台湾来讲非常的低迷啊，所以一向吼。迄个伫咱台湾即个接受度较低啦，吼，米的物件接受度较低啦，所以阮是希望透过阮的即个品尝活动吼，来做行销，互咱台湾即个民众，对米会当进一步的认识，吼，来会当接受即个米的即个料理安尼啦吼。现场除了传统的鸡啊、猪肚皮，另外米嘛会做三杯、起司焗烤，甚至咸酥顶。吸引未少的民众到场品尝。台南新闻联跟郭博义采访报道。下背痛这个症状，互真侪患者误认为是椎间盘突出所造成的。不过临床上发现有25%是因为腱鞘关节炎的关系。贵综合病院中医科就建议，会当利用中医的正骨疗法，搭配着针灸等方式来治疗，会当大大改善痛痛的症状。腱骨甲髂骨位伫咱身体内面骨盆的所在，是连接着龙骨甲大腿的关节，嘛是人体承受重量上介大的部位。每一工面对遮尔大的工作量，真容易会发生痛痛。但是因为患部位置是伫咧腰甲尻川顶面，定定会去用误诊是下背痛，所以伫咧临床上25%的机会是得到腱髂关节炎。这项疾病伫咧贵综合病院的中医科来指出，会当搭配着中医的正骨治疗以及针灸，会当改善痛痛的症状。在这个下背痛呢，这个成因里面呢，最常被大家忽略而且常见就是这个腱髂关节疼痛的问题。所以说你在一个下背痛、腰痛的时候，一个慢性的一个疼痛的时候呢，其实你是要去注意到你的腱髂关节的问题，是不是这个地方产生一个小错位，或者一些状况发炎的状况产生的疼痛。那中医在这方面有正骨的手法治疗，还有针灸的治疗。若是以虚症的患者的话呢，需要配合一些补肾补骨或者是活血化瘀的药物治疗，那这个效果才会更加良好。所以说得到一个正确的诊断，正确治疗你的下背痛是很重要的。同时，医生嘛建议，除了中医的治疗，运动嘛是非常重要的。患者爱加走路、慢跑，或者是练太极拳等等的运动，来增加着下半身的核心肌群，和痛痛无容易来发生。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中昼过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的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9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